秦始皇看丧尸电影，因为听不懂英语，就要去灭了西方大陆。这说的都是什么语言？怎么听着像是狗吠一般？上卿，你听听这语言，有什么想说的吗？Chào buổi sáng, chào mừng bạn đến tham gia. Buổi sáng đây là điểm dừng đào tạo. 陛下，这个微臣也听不懂啊。里面这些人不就是马其顿的白人吗？这说的是语言，难道你忘了先主跟我们说了什么吗？千百年后，朕的后人竟然要学习这种语言来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标准。原来陛下在为这件事生气。朕一统天下，要的就是书同文，车同轨。那些不孝子孙居然要学习外来语言。蒙毅这一时见到秦始皇如此愤怒，待那丧尸危机过后，朕要把大秦的疆域扩展到整个世界，这一片天地，只能有一种语言。很快，秦始皇就冷静了下来。征战天下那是后面的事，现在丧尸马上就要入侵大秦了，怎么对付那些怪物才是重中之重。随后，诸葛亮点开了一部《生化危机》。今日我们为有的敌人。诸位可有什么破题计划？王，我怀疑那广东将我们带入了世界的尽头，只有守护着方天地的真气，才会如此强大。如果能够与他们竞争，光他是神灵还是人，这将倒在我们基督王国的真实的脚下。敌人的公路真太过于强大，我们连晋升的机会都没有啊！我们明日可以放开房间的口子，让敌人闯进来，然后再对其进行合围。你以为如何？交代吧，你这些年都到了哪些地方的墓穴？文物现在都藏在哪里了？还有哪些同伙？大哥，我好歹也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你跟我说盗墓那犯法的事情，我真做不来啊！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你还想狡辩？我告诉你，今天这事要是不交代清楚，保守20年起判，你自己考虑清楚。这个平板电脑是你的吗？这不是我上午才给秦始皇的吗？这是我们在蒙毅墓中找的。蒙毅的吗？我操，这国人怎么什么都往墓中带？这电脑确实是我的。你只要好好交代主人面子，还是有宽大处理的机会。说吧，你们有几人？怎么盗的墓？交代，这怎么交代？只有这样。这篇版是我上午亲手交给了秦始皇，教他如何应对丧尸入侵。不装了，我摊牌了，我是系统觉醒者，1度文化入侵大夏国历史，我上报国家，请求支援。说不清楚那就认了，上报国家，以此来获得国家的支持。刁会妃，摆明你的身份，弄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再胡言乱语。脑洞大开的网络小说都不敢正经，你还编起来？刚做完了背景调查，刁会妃经营着一个农庄，近1年都没有离开过村子。她还有一个玄幻短视频账号，叫青山仙主。那个平板电脑是他2个月前买的，基本上可以排除他是盗墓贼的嫌疑。他刚刚说的话究竟是几个意思？或许他是在生气，明明是买平板电脑被人偷了，他还要被当作嫌疑犯带走审了，所以才编那些话来说。刁会妃，你的嫌疑已经洗脱了，现在可以确定你的平板电脑是被偷的，你现在可以走了。这平板电脑真是我送给始皇帝的，还有投影仪和太阳能充电器，不信你们再找找，一定就在那古墓之中。我要见你们高层，这关乎大夏国运，请求国家支援。刁会妃越是这样，他们越会觉得他在说谎，就当他们是大惊小怪。考古卫视的直播又开始。sau khi phát hiện ra máy tính bảng trong cửa hàng số 1, buổi chiều các chuyên gia lại liên tục phát hiện ra hình và bộ dạng năng lượng mặt trời. 有关方面已经对这种盗墓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表示会追查到底。这2审察官顿时愣住，嘴角微微一抽。我去，这家伙是乌鸦嘴体质吗？刁会妃抬手指着大屏电视，原本是要说什么，可是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哎，算了，你们级别太低，说了也不信。陛下，这是服用仙丹的迹象啊！陛下，您又服用仙丹了，臣恳请陛下万万不可再服用那等仙丹，那只会让您的身体垮掉啊！那个，朕只是昨天夜里睡得晚了些。昨天夜里原本打算看完《生化危机》就睡觉的，特么的，没想到《生化危机》竟然有5部，这太过分了。看来陛下是忧虑今天的战争，所以才睡不着啊。
臣等之罪，竟不能为陛下分忧。今日我等必定活捉亚历山大。现在我方调集了多少兵马？ 目前一共60万，马其顿方阵已经被我们包围得严严实实。今天他们便是插翅也飞不出去。出发！朕今天要活捉对面10万人。